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富强教会空中礼拜堂的第二堂，我们的华语礼拜。大家应该昨天晚上睡得很饱足吧？我们给我们家人一起问安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哈。好，我们现在预备心要来做礼拜。我们先安静，预备心，求神在你我每一个空间，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敬拜荣耀归给主。我们先做一个默祷。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诗篇95篇1到3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愿神跟我们同在，也愿一切敬拜荣耀都归给主。我们现在要用诗歌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一起大声的欢唱。大家平安。在今天早上呢，邀请我们一起预备心，用歌唱还有我们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在疫情的时期，我们非常渴慕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以及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引导。主啊，在我们的软弱还有限制里面，在这样的时期，愿你挪去我们过去的一切的骄傲，帮助我们每个安息日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臣服在你面前，明白你是我们的主，明白你是我们的王。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带给自己的平安，你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自己的软弱中向你敬拜的时候，从你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以及释放。感谢主，愿你使我们的灵安静在你面前。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邀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是你心意，使我看见。
请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们恳求主的圣灵更深的来激发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的火能够被他点燃，更深的渴慕他，渴慕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家庭，我们分散在各地的教会当中，愿主的圣灵都在我们当中。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为自己、为我们所在的群体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圣灵，谢谢你，真的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集，但是你透过我们的祷告，时常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时常引导我们，时常帮助我们在安息的日子能够渴望来归向你，能够渴望来敬拜你。愿今天你也更多的来指示我们的心，指教我们的灵魂，叫我们渴望你的话语，渴望在不同的地方一起敬拜你的生命，预备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迎接你的来临。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圣灵，我们来欢迎你。耳朵。
灵啊，求你来造访这地，造访这个受伤的土地，你带来你的医治大能，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主啊，当台湾的百姓都被迫留在家里面的时候，主，你要让我们思考，我们所依靠的是谁？神啊，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再一次求你来饶恕我们所做的过犯，也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一直跟我们同在。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的医治就要临到我们。主啊，愿今天的敬拜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也让我们更明确了解圣灵大能动工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你的恩典永远持续。主啊，当我们为这个土地所受的伤害，在哀痛的时候，在忧愁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昂起头来看你，仰脸来看你。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奇妙大事。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因为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你的医治，你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第一段记在列王记上19章的第9节到13节，第二段是使徒行传第1章4与第8节。如果你看得到荧幕的经文，我们就一起开口来朗诵今天的经文。预备起。他在那里的一个山洞过夜，忽然上主对他说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我一直专心爱你，但是以色列人民背弃了你与他们立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又杀了你所有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杀我。上主对他说：出去，站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于是上主经过，招来烈风，使山崩石裂，但上主不在风中。风停了，接着有地震，上主也不在地震中。地震后有火，但上主也不在火中。火以后，以利亚听到了轻柔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住脸，出去站在洞口。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二段《使徒行传》第1章4、8节，请。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感谢神将这话语赐给我们。接着圣歌队透过影像来献诗。
们拍手，感谢主。有雨水了，我们继续祷告，求神足够的雨水降临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让干旱的土地能够得到雨水的滋润，让水库充满了水。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同心敬拜。虽然我们彼此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要领受主的话语之前，先来做一个感谢。现在父神，感谢你，你的恩典满满跟我们同在，你的大能也跟我们同在。感谢你从昨天赐给雨水在我们台南这个地区，我们确信神要供应足够的滋润雨水在我们当中。主，这时候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成为奇妙的甘霖，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分享圣灵造访如风如火第3段。那为什么会连续这3段呢？是因为要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厘清楚，圣灵在每个时代他都在运作，他在做那的工。我们怎么样打开我们的心门，跟神的灵、圣灵来互相接触？这是我们很大的功课。基督徒靠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怎样经历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恩典。那我们从这3个礼拜很多段的经文当中，经历一个主题，就是圣灵造访有了奇妙的显现。圣灵在造访的时候，用各种方式来显现。我们的主题叫做如风如火。但是其实是比这个更丰富的。那我们要复习一下刚刚这3周我们读的经文，就知道说圣灵有这么多的显现的方式。第一个，我们读了民数记11章的31到32节这段经文，他说上帝起了风，让鹌鹑从海上飞来，让百姓有足够的食物可以来享用。那这是鹌鹑在他们百姓当中，圣灵用风的方式呈现，又赐给他们食物。好，那第2段经文是读到罗马书8章9节，圣经说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卑微的血气的肉体，靠自己再怎么操练都是有局限的。但是圣灵掌管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台老旧的机器换上了非常有大的动力的马达，或是像一台电脑已经老旧了，但是经过翻新，新的软体一来，我们就又非常的活跃。这个是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工。感谢主，我们圣灵降临节的主题在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他有提到说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声音、大风，还有火焰像舌头散开，停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个是外显的现象，但是带来什么结果呢？是门徒被圣灵充满，开始说别国的话语。那这个是圣灵降临的一些图画显示这个圣灵降临的一种现象，如那个舌头的火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就会说方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这些都是圣灵的历代的画家所表达出来的。我们又在上个礼拜看到了约珥书，在约珥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就这样的宣告说，以后要把我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身上，这个灵到底做什么呢？他说，儿女要宣告上帝的信息，而且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年轻人要看见异象，甚至他要把灵倾注在给奴仆跟使女。换句话说，无论任何的角色、任何的身份，只要领受圣灵、承认圣灵、接纳圣灵，圣灵又就在一个卑微的人身上显现他的大能。那是我们之前所读的经文，很丰富的表达了圣灵充满
重在的一些美好的一个记录。那今天我们的经文也非常的精彩，列王记的19章9到13节，上帝呢，他的灵用多种方式向以利亚显现，而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这段故事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把19章前后的经文一起读，把这一段故事读得熟一点，你会发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在以利亚这个先知的身上。我简单的把这个故事描述一次。那个时候亚哈王在这个王国的时候他的王后叫耶洗别，是非常有野心、心机非常的残暴的一个皇后。她不敬拜神，而且让亚哈王也离开神。她带领一群拜偶像的巴力和亚舍拉的女神的先知，然后这个时候是王国这个国度里面最败坏的时刻。这个时候先知呢，以利亚被兴起，然后就起来向亚哈王来宣告什么呢？他就直接讲出来。他说怎么样？他说我指着我所尊崇的上主以色列上帝的永生发誓。他是指着上帝发誓，表示说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是指着上帝讲的。以后的几年内，除非我祈求天不下雨也不降露，天不下雨不降露，这个是干旱。就像我们台湾从去年到现在，那要渴求雨水啊。但他说除非我求了，不然就不下雨。那等于他的关键就连结在以利亚这个身上。你看这个国王亚哈王听到以利亚这样讲，那不气死了所以呢，他在讲完这个宣告之后呢，以利亚当然就要逃亡了。上帝指示以利亚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溪附近躲藏起来。以利亚在那边喝溪水，乌鸦被上帝差派好像自动的信鸽一样。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快递吗？那个食物快递员吗？你一叫他就带过来。但是在早期的时代，上帝就派乌鸦，这个乌鸦不是 Uber， 是乌鸦，乌鸦带了这个饼和肉来给他，他喝溪水，还有饼可以吃，还可以有肉可以吃。你看，这个是最早期的快递。那干旱就持续了，因为他已经宣告了，溪水干了，那没水喝，当然就不能待在溪边了。那上帝又差派第二段，他到一个叫做撒勒法的寡妇那边接受供养，在那边又显出一个神迹。上帝很奇妙就是一方面要挑战以利亚的信心呢，他为什么不差派他到一个有钱人家里面食物很丰盛的足够的水让他喝的？他没有，他去找到一个下一餐不知道哪里找的寡妇，然后在那边操练信心。这一个图画都是以利亚在先知的祷告。这个是那个乌鸦衔那个肉跟饼来给他，这是他在撒勒法的寡妇那边得到滋养的一个照片，一个图画。那真的旱灾就连续了3年呢。我们去年到现在，大家都已经受不了，我们的水库就剩下几%而已。那怎么能再持续3年呢？我们就求神要赶快赐雨水。你看，在那个时代，尤其在以色列那个国土本来就很干旱了，那3年不下雨，那还得了所以呢，第3年的时候，上帝就差以利亚去见亚哈王了，宣告要降雨了。亚哈王还高兴没多久，他就讲以利亚说：“稍等，我们要先来求告神。”那个时候，圣经记载说，撒玛利亚的饥荒非常严重，严重到有死伤了啦。这个时候，以利亚就跟王后耶洗别的450个先知，我们用中文来讲是斗法。他要求巴力的先知他们去准备祭坛，他们先祷告，
先祈求他们的神，把祭物摆好了，祭坛摆好了，木材摆好了。那圣经就记载说，巴力的先知用尽心力做法，但祭坛上的牛完全没有动静，没有任何动静，因为他要求说不能偷偷点火，是你的神降火来烧它，这样才是真的有灵验嘛。这些巴力的先知用尽心力，好像台湾的鸡童一样跳来跳去，用刀砍自己都没用。直到下午在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出来了，他没有其他人陪伴，他就一个，叫他的仆人来把那个祭坛的周边都挖那个水道挖一个沟，然后注满水，上面放了木材，放了牛，然后就开始祷告。以利亚祷告之后呢，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了祭牲柴，并烧焦了，连那个石头都烧焦了，连地面都烧焦了，连旁边的水沟的水都烧干了。这是巴力先知在那边跳舞祭拜的情形，但是完全没有果效。但是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天就降下火来，把所有的祭坛的祭物都完全烧掉了。这是图画在描述以利亚祷告的情况。那圣经记载在列王纪上18章40节记载说，这个事情高下立判，结果出来之后呢，以利亚那个时候呢，借这个事就是下令那些百姓把所有的这些骗吃骗喝的巴力先知全部绑起来，然后全部抓到基顺溪旁，把他们全部处死了。因为这些先知迷惑了王后，也迷惑了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远离神，那是罪大恶极了。所以以利亚是不留情面的把他处死。之后呢，亚哈王就开始在期待说，你不是天火降了来烧了祭坛的祭物，那雨水呢？这个时候以利亚就到一个地方，叫他的奴仆来看天上的云，果然慢慢，天空布满了乌云，风也吹起来了，开始就倾盆大雨。这个时候等于以利亚大获全胜啊！他不只战胜了人多势众的巴力的先知，他也让亚哈王哑口无言，因为亚哈王是上帝设立的王位，竟然跟随王后去拜偶像所以呢，这个时候等于他是最胜利的时刻，但是胜利的时候也是危险的时候。以利亚他在处死王后耶洗别的先知以后，耶洗别马上下令要追杀以利亚，因为这个王后太没面子了，就被打脸了嘛。所以以利亚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仓皇逃命。胜利的时刻还来不及庆祝，马上就遇到杀身之祸。你想，一个为神工作的人遇到这种情形会怎么样呢？我们不要讲以利亚，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刻。风光的时候你觉得万人拥戴，但是一旦跌到下面的时候，没有人顾你啊。所以圣经记载说，以利亚逃到旷野，坐在一棵叫做罗藤树，现在把它翻译成杜松树，因为现在人比较习惯称这个称呼它的树荫下。但是在那边他还没得到喘息的时候，他就整个颓丧，跟上帝求死啊！你知道，一个人在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求死，其实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有一点类似在跟上帝耍赖的，说我为你做那么多做工作，竟然让我落到这种田地，那还得了？有点类似在哭诉上帝啊。那这个是杜松树的照片看起来很像松树，但是它不是松树好，那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上主啊，我受不了了，把我的性命取去吧，我还是死掉好了。”你看，一个人在失去盼望、危险到位的时候，觉得死才是归路，但是
神并没有这样放弃他。在他稍作休息的时候，因为一路疲累嘛，天使就为他预备了，而且还用炭火烤好的饼。你看，在野外还有炭火烤好的饼，你家的烤面包机在那个时候会让面包香味四散，那竟然在偏僻的荒野也能吃到这种烤面包，那还得了？是神特别预备的，还有一瓶水，因为天使告诉他说：“你的路还远呐，不要求死，你还有后续的任务。”所以呢，以利亚又走了40昼夜，哇，不得了！我们台湾绕一圈大概20-30天吧，20天就很好。他走了40昼夜，他逃到西乃山、何烈山，在山洞躲藏。这时候根本不用说，精疲力竭了，几乎一条命都没了，心情沮丧。在这个他最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圣灵向他显现了。这是何烈山啊，比我们台湾的充满绿树的山都不太一样哈。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好大，不是一个非常生活很轻松的地方。好，那这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了。他在山洞里面，上帝怎么向他显现呢？上帝的灵用多种方式，多样性的，不止一种，向以利亚显现。然后他说，上帝经过招来了烈风，使山崩石裂。哇，这个烈风竟然使山崩石裂，那就不只是狂风暴雨可以形容了，是神的动工了。因为风再大山崩石裂是非常夸张的，但是竟然有这件事情。之后，上帝让地发生地震，再来地震之后又有火。有风，山崩石裂，有地震，有火，哇，这些都是非常强烈的，没有一个人感受不出来的。但是在火之后一片宁静，上帝这个时候用温柔的声音对他说话。哇，这个是一个短时间成功失败，甚至求死的以利亚所经历的。神没有放弃他。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个故事后面是写说，上帝跟以利亚说，他有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对不对？”他就告诉他说：“你顺利完成任务，但是还有任务要完成，就是我要为以色列留下效忠神的7000人。这些人是等于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没有拜过巴力，也没有亲吻巴力的偶像的。然后，上帝差派以利亚说：“你的任务完成，但是你要交棒。”所以这个故事就后续讲到，以利亚重新得力，将权柄跟权力传承给以利沙。我们都知道说，以利亚向上帝求死，但上帝让他不死，因为什么样？我们圣经看到后面的经文。以利亚是被神用风用火把他接到天上去。哇，这个是很奇妙啊！一个要求死的人，神给他这样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我们不要限制你的思想，当然更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接续了圣灵降临节的前段，有点像前传。我们现在看电影不是看前传吗？圣灵降临，让把这些门徒呢经历了圣灵，然后说方言。那前置的话是怎么样？就这两句话。使徒行传1章4节说，耶稣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上帝的应许。这一群门徒已经经历风霜了，有点类似以利亚，已经精疲力尽了，靠自己没什么力气了。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苦处，耶稣在复活之后跟他们显现，慢慢医治他们，慢慢诱导他们，又回到信心的行列里面。然后他说：“你们不要再靠自己了，就像以利亚，你不要靠自己的能力了，要等候上帝的应许。
等候这个画室看起来好像没事做，但等候是何等大的功夫啊！等候等候就是不要靠自己，不要自作主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等候上帝的应许。什么应许呢？耶稣在升天之前就跟他们讲说，但圣灵临到门徒的时候，你们就必充满能力，然后在普世为主做见证。你看差异多大！圣灵降临之后呢，你们要充满能力，充满不是小小的能力，是充满的能力，在普世为主做见证。这是圣灵降临的影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完成这3个礼拜有关圣灵工作的最后我要分享2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台湾，甚至在牧师的故乡。圣灵继续在每个时代工作，记得要欢迎圣灵，要承认圣灵，要迎接圣灵。圣灵做工是超乎我们自己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所能做的。我要分享的是我的故乡七美教会，它是圣灵亲自建立的教会。也许我在很多场合曾经讲过，不过这个时候要把这个故事连接起来，看到圣灵显现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小岛。七美是在澎湖最南边的一个小岛，才方圆没有7平方公里。但是在1919年的时候，上帝借着2位堂兄弟，一个叫夏载，一个叫夏传，借着圣灵充满，行许多神迹奇事，然后在1920年建立七美教会。20大家记得就去年嘛，100年前七美教会建立了。牧师在去年曾经回到故乡，一起庆祝社教100周年。故事很长，牧师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讲完，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圣灵怎么样借着一个卑微的渔夫，他做这件伟大的事情。其实今天牧师会站在这里，都跟这个神迹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工作，在七美这个小岛充满迷信，渔民都是拜一些偶像的地方，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信耶稣呢？在1919年，这个夏载他是一个七美的渔民，当时的这个名字七美岛不叫七美，它叫大屿，因为这个岛在南边，最南边还蛮大的，所以叫做大屿。在这一年的农历3月天，夏载跟其他渔民预备心从高雄搭帆船要回到故乡，因为在冬天的时候他们风浪大，没办法出海捕鱼。为了要赚钱贴补家用，所以他们来到当时的高雄港。因为那时候日本时代呢，高雄刚好日本开始在大大的建设，把港挖深，成为一个深水港所以有很多工作。渔民呢，最有利的就是他的身体很强壮，很有力，所以在高雄可以做很多的工作，码头工人都可以做。然后他们赚了一些钱会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准备回家，然后带给家人，也顺便开始迎接新的渔季。农历3月大概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或是早一点点，4、5月的时候。那本来家人是期待他们会迎接他们的主人回来，但没想到这个夏载一回到七美，这一次不是给妻子儿女一个生活所需啦，他是带来了更大的恩典，就是圣灵临在改变，从此改变了他所属家境家族的命运。这个故事让我想起说，彼得跟他们的门徒，他们在经过圣殿的美门的前面，有乞丐要向他乞讨，但是彼得向他们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要叫你来起来行走。”哇，这个话跟当时夏载回去他们的妻儿的期待类似嘛？他们只是期待夏载能带一些物品，因为七美很多物资都没有从高雄带回来是最大的礼物了。没想这个礼物是超越他们所求所想，因为圣灵改变了这个家族。夏载有一个堂哥，比他大10几岁，
因为呢，他早期呢是蛮风光的哈，但是后来因为身体眼睛不好，所以来到高雄的其后，当时有宣教师在那边设立医院，医治眼睛。后来得了信仰，不过他等医治到一个段落，视力还不是完全能够恢复了，不过他就回到七美这个地方来退休了。但是这个信仰不能传，因为他们家人根本不相信他，何况他已经老迈了啊，不理他了，他就把他信仰放在心里面。那没想到这个夏载呢回来，就找这个夏传跟他印证他的信仰，然后一起跟他行神迹奇事。那这个神迹奇事每一个细节要讲，就一篇故事啦。不过牧师大概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有制服邪神、压制乩童。我们知道乩童他有那个偶像上身的时候，他会跳嘛，他会踢挡嘛。但是呢，这个夏载就用一根木材呢，在这个乩童在跳童的时候，把它围了一圈，画了一圈，这个乩童就跳不停，没办法停下来。哇，那个不能停下来，这对身体生命有危险呢。所以就乩童都很怕他，他还到处去拆除，因为在乡下有很多小庙啊，那些在海边呢，一个小小的庙，他就把它拆掉，大家都不敢反抗他。他医治了好多人，有患了恶疮的病人，因为早期卫生不好或者营养不好，常常会生一些疮，他就用2种，一种是水，一种是墨，就是墨汁来涂那个伤口，那就好了。还有一位渔船的船员，因为新船下水，他喝酒太快乐了，不小心从船上摔下来，到那海岸边就摔破了那个头皮，哇，不得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医生啊，就把他扛回家，准备可能要办丧事了。他就赶快，他听到这个夏载行神迹，就请他来帮忙。哇，他就用墨汁涂在他那个头皮上面，为他祝福祷告。隔天这个渔夫起来了，他想说我酒退了啊，发生什么事啊？他头皮竟然完全好了。那这个伤那么大，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医疗那么好，总是要养病10天1个礼拜嘛，他竟然完全好了。还有治疗的那个失明的少女，她用一个铁钉把它锤成扁扁的，用小刀一样，涂上墨汁把它割开，然后就好了。甚至有一个姐妹不知道什么病就弥留了，已经台湾的习俗就到客厅里面躺在木板上，准备要办丧事了。这个夏载就去为他祝福祷告，竟然醒了起来，隔天就醒了起来，而且后来这位姐妹活到很老。哇，这些神迹奇事在整个七美这个小岛，因为太小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后来这个夏载就跟他的堂哥，还有他堂哥的儿子，等于他的侄子呢，就开始开创了七美教会。就是那位夏团长老，他那个眼睛有点已经昏花了就是七美的早期的教堂的照片，很朴素了这时候是牧师小时候还看得到小学的时候就拆掉了。那个时候你看有那么多的信徒在这个小岛上，这是一个外国的牧师去那边布道，然后大家一起拍的照片。你看这个人更多，小孩哇一大群，所以估算起来有100-200个。你看一个家族，还有附近的一些家庭，那在这个小岛上是真的是很难得见到的那这个是牧师小学的时候新盖的礼拜堂，那个是献堂的时候外面的人一起来献堂的，那是后来拍的，又把它油漆的拍的照片。不过在
4、5年前呢，已经盖的新礼拜堂就是这一间。虽然一个小岛，但是一群被神所拣选的百姓，依然持续的这个信仰。那这个故事讲到说，夏载呢有一天遇到夏传的儿子夏顺，向他要求提供一块土地，然后盖礼拜堂来敬拜神。但这个夏顺呢有一点脾气很硬，他说：“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他就做了一个预言，说：“你们要看见异象。”在农历12月28号的时候，夏载就对夏传家人说：“3天有荣光要在这个家中呈现。”果然，在农历正月初1的时候，有一个圆形的光体，好像水缸一样，在屋顶出现，然后跑来跑去，就是小孩子看到说，在屋梁上有一个缸在跑来跑去，那么很像我们小时候拿一块镜子，对不对？来折射太阳，去射到客厅里面呢。但是他们怎么有半个小时，而且到处去看也没有水，也没有镜子啊？他们就后来连续3天才确认说，这个就是圣灵的见证。光体连续3天出现，目睹的人很多。牧师在年轻时候传道回去问这些长辈，很多长辈都来讲说，他小时候就看见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夏顺他负责当家的他就确认这个是真神向他们显现。所以呢，他们夏家就决意除去偶像，敬拜神。献出他的主家的前面的一块地，盖了1丈多了不大，叫做福音堂。那刚刚我们看的一些旧照片，就是后来重新盖的。那由夏载开始主持，一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竟然被神充满，圣灵充满，竟然能够讲道，能够行机奇事。圣灵在100年前运行在这个小岛，到现在很多凄美的百姓到全台湾各地，继续在见证这件伟大圣灵工作、圣灵的工作。100年前是这样子，那50年前又发生一件。那就是最近很出名的《山间凌风吹起，泰雅尔的苏醒》这本书。因为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大家不明白，所以感觉不知道什么样。但是经过台湾神学院的林宏信教授，他率领学生去访查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圣灵在50年前造访了这一个偏僻的山地乡，然后兴起了一阵复兴运动。这个故事在讲到说，49年前的1972年7月7号，圣灵如风吹向新竹桃园山区，就是泰雅族的部落。那圣灵点火，好像让整个部落都燃烧起来。这本书在2019年出版的，牧师曾经介绍过很多学生参与包括我们的雅族传道也都参与当时的采访写作。哇，那本书呢，现在越看觉得越有感受。因为有一个故事牧师没讲，就是我在神学生还没读神学院的时代，就第一次到山地乡部拜访，就是造访这一群，当时刚好是圣灵造访的时刻。1972年，那我在1976年左右上山的，那所以才3、4年嘛，所以我碰到了好多这个圣灵工作，一些姐妹呢，祷告会之后呢，就圣灵感动来说话，还指责哪一个弟兄不认真敬拜神，有谁喝酒，哇！都被指责的话，大家都吓到了，因为把他们的秘密都讲了出来。这个圣灵工作，经过3、4年之后，我到山地乡所看见的。那这个是当时圣灵工作延伸到的整个新竹的山区的教会牧师曾经在几个礼拜前介绍过，我们最近去参访有这一间梅花教会，它的礼拜堂，它的田埔教会是开始的这一间圣灵工作开始的这一间，然后传到最偏远的司马库斯教会。在梅花教会呢，甚至有长老拍到了在天上的云有一个耶稣的影像，这个影像到现在快50年了，还吊在他们的教会当中。那这个故事呢，有空你可以读这本书，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感动。我简单来讲是，在一天呢，有4个田埔教会的妇女，当时原住民的教会部落呢是非常愁苦的，因为他们种植也
卖不了什么钱。那个时候已经工业化了，很多人都流失掉了，到台湾到平地各地去赚钱，所以整个乡村都没落掉。而且很多人因为愁苦啦、喝酒啦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觉得很颓废的情况所以妇女心中很愁苦。但是痛哭悔改当中，圣灵竟然降临在这4个姐妹身上，然后她们生命因此改变了。哇，充满了信心跟盼望，到处去宣扬神的大能，所以就开始好像一把火点了起来。所以49年这个如风逝气的圣灵造访，在新竹桃园山区泰雅族人的信仰就起死回生般的苏醒了。圣灵差遣他们到处见证，他们不只是在自己的教会刚刚讲那个地图到处去，那个一走就要7、8个小时，当时要到司马库斯要走1天呢。但是他们不怕苦，带着火把，带着一点干粮，到处去传福音，甚至他们的附近就盖了祷告山、祷告洞。所以林荣信教授他有这样子做一个结论，他说这个运动最常听到的见证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不认罪悔改，你就不洁净，你就不被赦免，那圣灵就不跟你同在了。所以信徒合一当时好像被大光照耀一样，一边痛哭祷告，一边走向教会，一边哭一边祷告，好像从黑暗到光明。所以林荣信教授把它确定这个运动是一个复兴的运动，就是 revival 的运动。哇，这个故事呢，到现在因为50年到了，大家准备要再纪念，准备要厘清这些信仰，所以呢，这些教会都重新组织起来，填补教会第1梯、第2梯、第3梯，包括最偏远的山区或是附近所有的教会，这些教会都圣灵工作所影响过的教会。他们在描述当时呢，圣灵复兴是从祷告开始，原来只是个别的一个恳切的祷告，后来变好像一把火烧了起来，好像火烧山一样，一直延续，一直延续，然后就像一群体的一个恳切的祷告。这一次牧师去访问的时候，有去访问到梅花教会，当初经历那个圣灵工作的一个牧师。他讲说，那个时候大家祷告的非常的迫切，痛哭流涕，甚至整个流眼泪，这个地上都是湿的，还惊动了当时的警察，以为说这群人在干嘛，好像要搞什么坏事有的甚至还被抓到警察局去审问。你看就知道说那个有多轰动。那有的妇女被圣灵充满，就变成一个直直的身体，手弯不起来就被扛着，好像十字架一样。哇，那些神迹奇事就一直在那边显现。所以这个热潮点燃以后呢，整个普遍的原住民的教会，一清早4、5点就起来祷告会，祷告会完了才回去吃早餐，早餐之后才去田里工作。牧师说，在1975年这个圣灵工作才经过3、4年的时候，我去原住民的教会参加那个夏季的主日学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活动。哇，一大清早就被叫起床，因为他们要做祷告会，而且进到礼拜堂的时候，大家很虔诚的祷告。祷告结束，以为要回家了，没有。一个姐妹开始在那边哭泣，姐妹在那边被圣灵感动说话，开始指出谁做不好，谁喝酒，谁做错事情。哇，这些信徒就在那边承认悔改。牧师是亲身经历到这一段刚好接到这一段见证，而且圣灵还透过这个姐妹讲说，你们会在山上看到这个异象，但是到平地就看不到了，因为神要透过这种非常明显的影像，让在原住民这个没有机会多读圣经、知识不够的地方，用最明确的影像现象来反映出来。所以这个影响也让牧师到现在一直都感受到圣灵工作的实际面以及亲身的经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圣灵造访泰雅尔部落
回顾时代背景，当时的原住民社会是濒临瓦解，经历极大的痛苦，所以他们是在困境当中真实的痛苦，发出真诚的祷告，然后最后是得到真挚的安慰。这个影响不只是这个部落大家重新热诚敬拜神哦，他们还有一群人被差派到各地传福音。圣灵复兴运动，许多信徒受召前往各地服事，带动其他教会的复兴，好像初代的使徒受派到各地传福音一样。而且不只在他们这个山村哦，他们有的自发性的宣教力量，成为海外宣教的动力。当时长老教会呢，其实到外地宣教的不多了，但竟然这一群原住民，他们也没有多少的经济资源，他们就自动自发的到塞班岛、到泰北、到印尼，都可以看到他们宣扬福音的神的这个足迹。这不能不说，人的力量是有限，但圣灵的工作很大。我们期待明年在庆祝50周年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再一次在这个原住民的教会再一次被兴起。最后牧师要做一个邀请，我说牧师的故乡在1920年，记得20哦，神建立了教会。在50年前，神造访了泰雅尔山居。20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所有的人都被新冠疫情影响到了。我刚刚讲这位作者林鸿信牧师，他研究近代历史，他说每一个世纪的20年代都发生很多重要的大事。换句话说，在一个归纳的情况，也不知道神有什么特别的旨意，就是在20年代常常是影响该世纪的关键年代。你知道，在1520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最辉煌的时刻，让整个欧洲的历史改变，包括欧洲后来的整个经济、政治都完全被改变了。1620年代，荷兰跟西班牙来台湾宣教，建立了教会。1720年代，欧洲基督教开始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你一般的社会的历史把它讲成是帝国主义，对不对？其实是基督教到对外扩张的时代。1820年代，就是马礼逊在中国宣教，翻译圣经，创办学校。在1920年代，当时德国的威玛共和体制，当时出了好多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他们在那边，他们的思想跟文化影响了整个世界。那现在临到20年代了，我们先碰到的是什么呢？是碰到疫情了。20年代是最容易传福音的年代，环境最容易、人心最顺畅的时候。这林鸿信牧师说，20年代是最值得生命投入的10年。那我们的黄金10年，意思就是2020到2030这段时间。我们的中会也在推动黄金10年，我们的教会在去年也一起来做这个共事营，怎么样迎接这10年上帝大变动这个世界？我们眼前看到的是2020年开始，新冠病毒影响全世界，这个世界的秩序改变了，经济秩序改变了，政治改变了，甚至整个国际的势力都改变。要回到原先的旧世界已经不行了，有新的力量兴起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从宣教的立场，台湾目前人心最需要上帝的时刻。现在台湾所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活动都被停止了，工作、经济活动、人际关系、心灵情绪都被影响到。因为去年我们还没有感觉那么急迫，现在我们被限制在家里面。你知道说，人的生命好像隔在一线之间。前几天很多死亡者是前天还好好的，隔天就失去生命。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呢。各位弟兄姐妹，今日迎上20年代，这个黄金10年，我们最需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
上帝把你关在家里面不是没有意义的，现在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平静安稳，聆听圣灵的声音跟教导，迎接圣灵，走上被圣灵造访，生命得翻转、更新与保护的生活，这个才是我们在遇见这个疫情当中所得到的功课。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最危险的时代、危机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关键转变的时代。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期待你们如果还有时间，可以举行会后的家庭祭坛跟分享讨论。我们期待家中的长辈能够主领一个家庭祭坛，复习今天的经文，而且我们也可以一起代祷，或是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你的小组的成员一起用通讯软体一起连结，用 RPG 来做祷告，一起分享。那今天我们有3个主题，也许你有空可以一起，或是在小组的时候来分享。那牧师就把这3个分享，因为你们在周报看得到，那我们就把它跳过来。这个时候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祷告，一起来为台湾来祷告。那牧师呢，按照这个所贴的这个投影片，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看到台湾经过1年多的一个努力之后，还是不小心陷入了疫情第3级的警戒。在过去1个多礼拜来，平均都有好几百个染疫确诊，也看到了好多位乡亲因为染疫来过世，心中实在非常不舍。主，我们不知道再来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只有求神来保守台湾的百姓，让全台湾的百姓大家同心团结防疫，减少外出，禁绝这样的群聚，让疫情能早日解除。主啊，我们也为爆发多数确诊案例的双北、基隆、桃园、台中等地的城市祷告，求你保守，让这些医疗人员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能够控制医疗，让疫情能尽速有效控制。我们台南地区也传出了疫情，感谢你让我们台南人都能够自动自发参与防疫的工作，让伤害降到最低。请你保守我们的医疗工作人员能够尽速控制疫情，让市民得平安。我们要为防疫的第一线辛苦面对感染风险的全体医务人员祷告，这些警消还有各级防疫单位，求你保守他们在这个暴露在危险当中的时候，赐给他们智慧、体力跟健康，让他们的努力能够换来全台湾百姓得平安，度过疫情的危机。主啊，求你赐下足够的疫苗，让我们因为打了疫苗能够有抗体，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危险的时刻。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会友，大家大部分都居家，能够防疫平安顺心，外出得保护，身心灵得健康，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信心跟交托，也为必须要外出工作的弟兄姐妹工作顺利，生意也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学生不能到学校，也让他们读书学习不受影响。我们老一辈的长辈抵抗力较弱，神啊，求你保守他们在家中也得到保护跟平安。感谢你，因为我们确信在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依靠你的时刻。让我们再一次谦卑在你面前，举起祷告的手，求神的恩典赐下在我们当中，求你的保护在我们当中。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也一起祷告。这时候我们你在家中牧师要做报告，那你也同步呢用纸袋或是用一个容器来奉献，在你的家里面一起奉献。我要做的报告是有几点也许大家都知道了，快一点做过来我们第3级警戒，因为中央疾管局宣布要延长了，所以我们至少要延续到6月14号，期待能够赶快恢复实体的礼拜。第2个，我们现在是举行空中礼拜，在线上礼拜，请利用网址或是搜寻频道，
按照我们的礼拜的时间来参加线上礼拜。如果你在家里面有拍下几张纪念的照片，也可以上传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知道你在家里面参加礼拜的情形这是直播的管道，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主日奉献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可以在主日奉献在家里面做奉献。那其他的奉献你可以预备好用那个信用卡或是银行转账，或是直接拿到教会来哪些转账的资料我们都有讲过了。那第4个就是小组的聚会，我们请所有的小组能够互相邀集，用网络的方式、软体的方式，遍地足坛，彼此关心，彼此代祷。我上个礼拜五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跟牧师联络说，他们怎么样经过小组，他们怎么拍那个这个在线上聚会的一个照片，心中很感动。我们特别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来到教会参加祷告会，所以呢，我们一起透过网络来参加互相教会恩典时刻的祷告会。那由牧者团队来轮流主持。我们中保代祷团队也邀请大家做40天的连锁祷告。我们再选一个礼拜一餐禁食，为瘟疫停息、全境平安、天降甘霖来祷告。那祷告的事项呢，也都传给群组里面了。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大家参与关怀工作。本会的部分长辈家中没有年轻人同住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在线上参加礼拜，他们不会使用手机。请大家各单位、各小组，或是我们的圣家族，我们能够协助关怀教会的长辈，特别是单独居住的夫妻或是独居的，我们来关怀他们有需要进一步关怀，请联络教会。第8点，我们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忍耐，因为这个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们越忍耐越不外出，越会让这个感染链断掉，我们就越早自由。意思说你越忍耐就越快得自由。所以呢，除非有必要，那尽量减少外出，戴口罩、酒精消毒，大家都很了解的。那注意不要暴露在危险当中。特别在家中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要有规律灵修、祷告生活，把忧虑交给神，要有均衡的饮食，那帮助免疫力的一些健康的食品，适度晒太阳对身体有帮助，多做运动，特别是在有空的时候就打电话关怀亲人跟朋友，或是小组的成员。最后有一件不舍的事，一起关心我们教会的大老长辈郭皎渊姐妹在礼拜4在家中安详的离世，103岁是一个长寿的老姐妹。那家属呢预定在6月2号，在疫情当中呢，小型的一个入殓火化安放礼拜。那等到日后呢，疫情缓解之后，大概在嘉文姐在104岁的元旦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举行一个追思礼拜，对外的追思礼拜，请为家族代祷，求主保守安慰。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呢，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也请大家为他们举起代祷的手，为他们做祷告。愿神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来勇敢努力来度过这个疫情。我们现在要请谢牧师来主持一个奉献，然后我们就要做结束。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诗《一生爱你》。在你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
请坐。让我们一起来朗读我们这个月的金句，记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我们一起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阿们。最后，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唱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唱完，请夏牧师祝祷。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以及圣灵的相通、扶持、医治，降临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也医治这个大地，让我们重新恢复生机与力量。愿三位一体的神与各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请坐，我们一起来默祷闭会，也一起来祝福请安。谢谢大家。完成了哈，好，谢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哈，谢谢。那好像有的人不用便当哈，啊。